陈总，项目谈成了，但是他们要求你开场直播，开玩笑吧，不可能。预算增加5。欢迎新进来直播间的宝子们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是爆火。我特别喜欢吃，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试一下。来，泡好的螺蛳粉啊，味道，这味道很浓，很香。过期了。没有啊。味道这么浓，它一定就是它应该会比别的螺蛳粉更加的好吃。哎，吃一口，吃一口。面对疾风。